想增加收納量，但又唔想有壓迫感，冇問題。等我哋用呢個泰福527尺兩房單位示範一下，點樣做到隱藏收納嘅極致。首先，客廳嘅收納重心就係呢個全能電視組合櫃，成家人嘅雜物囤貨都可以收埋喺呢個儲物區。雖然係個做到頂嘅高身櫃，但中間都有加茶色玻璃吊櫃同開放層架，既可以擺放收藏品、遊戲機、WiFi 等等，又可以增加通透感。坐喺廳睇電視都唔會壓迫，就連角落我哋都唔放過，用埋嚟做獅子櫃超方便。主人房做咗超大儲物量嘅地台床、到頂床頭櫃同衣櫃，唔阻視線同生活動線，空間感即刻大咗。就連床頭軟包後面都有隱藏空間，無論係想放冬季厚被、歷年紀念相冊等等都冇問題。兒童房就用上床下櫃設計，上床位置預留電掣位，手機叉電都唔使上上落落咁麻煩，且所有轉角位都用晒圓角設計，夠晒安全。下櫃仲整咗雙開門衣櫃加推拉門書櫃，咁細嘅空間都一樣做到清晰分區。想根據你嘅生活習慣同收納需要度身訂造解決方案，即刻 WhatsApp 我哋免費諮詢同報價啦！